轉膊頭，呢一個就係踢我，1、2、3轉，打橫，轉張相，即係佢都拖打橫，1、2、3轉，打橫，踢張相，1、2、3踢，係咯，嚟準備喺前面，再嚟，唔蠢喐啊，唔准做啊，我走，好，幾隻手啦，轉，腳拎起，打橫，拎起，接實，踢，好，落地下，再嚟，準備，轉，腳拎起，踢，再嚟擺前面，再嚟，轉，接實個踢，好，擺前面，再嚟，走，轉手眼，你哋做下今次，好，準備，轉，腳拎起，接實，拎起腳尾，踢張相，踢落嚟，踢，1、2、3踢落，係，放擺前面，好，再嚟，好，放好，我幫人轉，呢個拎起，1、2、3轉，拎起，接實腳拎高啲，好，去邊度？喺呢邊嘅，喺呢度呢隻腳踢，接實踢，嚟擺前面，幫用嘅喎呢度。